第4礼拜，咱唱108首。今日也是过活节了后第1主日，咱要继续来欢喜来庆祝，来唱出主过活的诗歌。咱来吟第1节。来像人海，伊把我像人海，伊是像人海，伊和我真点情，这人海要淹煞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唱，再快一点点来。伊来唱星星，伊把我唱星星，伊是唱星星，伊和我真点情，这星星。山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唱。第3节，伊来唱梦，伊把我唱梦，伊是唱梦，伊和我真点情。情梦要淹煞，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唱。第4节唱和平，伊来唱和平，伊把我唱和平，伊是唱和平。这和平要淹煞，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唱。这条歌基本上逐节拢迄个歌词拢同款，只不过甲迄个主题有替换。第1节讲耶稣来是在唱仁爱，伊活伫世间。33年半，特别传道的这3年半，享受医治、平安、生命。唱这个唱的意思就是讲，伊活出这个仁爱，伊活出这个信心，伊阁活出这个愿望，伊活出这个和平。现在呢，主耶稣已经死阁活上天，咱即马应该爱做歌手，就是门徒啦。这个门徒12个学生继续唱耶稣捌唱过的歌，2000年后。咱的这个基督徒、群体主的人，也爱唱这个仁爱、和平、搁活、信心的歌。咱个唱第1节就好。迄个真恬静的时阵，咱爱休困，互迄个琴声、人声拢安静，去感受迄个恬静，的迄个时刻。预备3，来。伊来唱仁爱，伊把我唱仁爱，伊是唱仁爱，伊和我真恬情，这仁爱要淹煞，着写做歌来唱，伊甲我。当作歌唱，迄个真恬静的时阵，就是讲好亲像主死埋葬落阴府，迄3天，大家心真着惊，真安静。但是呢，当主搁活的时阵，这个稳定仁爱的声，要继续出现伫群体伊的人的心内。这是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意涵。咱搁来
唱回应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这个歌词嘛写了真有意义，就是第一节是目睭，第二节是耳孔。咱来到教会，踢开咱的目睭，看兄弟姊妹，看同工，看十字架，仰望主。然后呢，开耳孔来听主的话、真理的声。然后咱来嘴唇、心灵来敬拜。来，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伊会拍开出生之意，把我点睛地听候你，我心变变海里之时。第二节的歌词是逐项虚假，虚假。虽然咱拢习惯读做虚假，但是照白话字的音是逐项虚假袂会过来，咱当心来祈祷。主，阮的心有侪侪的虚假，有人的软弱不安。主，恳求你的真理的神来到阮中间，至圣的神赶走阮心内一切不安。赶走阮心灵中的惊吓，享受你属天的平安，帮助阮伫今早起，阮的心被万变，听候主你的圣旨意，互你的恩典满满灌压伫阮在座所有，无论实体还是线顶兄弟姊妹的心，甲阮的家庭，阮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用回情诗来陪伴咱的心，进入到礼拜405首。
这咱用敬畏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礼拜，为着保持庄严，请咱关掉咱的行动的电话，请听福音静声。着开阔你布边的地，放大你徛起的场北，毋通限定。着牵长你的手，坚固你的膝仔，因为你要左右来开阔。你的后裔的确得到列国作业。三角来因感谢的诗，真圣诗第108首，以来唱仁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以来唱仁爱，以万我唱仁爱，以心唱仁爱，以国我真良情。这仁爱免煞，留下做我来唱，你甲我通做歌手，伊来唱新诗，伊捌我唱新诗，伊心唱新诗，伊甲我真良情，这心事免煞，着写做我来唱，你甲我当作歌手，伊来唱毋忘，伊捌我唱毋忘，伊心唱毋忘，伊甲我真良情，这毋通免煞，留下做我来唱，你甲我当作歌手，
请咱犹原徛地，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尼西亚圣经请，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圣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丢彼拉多任内，为咱顶世界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爸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愿信享受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共同主导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过活来世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来交托。新圣诗启应文第59篇，罗马书第10章，显着我来刻，请兄弟来引。启应文第59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予所有求告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告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换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上帝啊，阮要学罗你，因为创造阮的是你。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圣名，救赎阮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确称作全地的上帝。上帝，阮学罗你，你是教会的头，是葡萄树。阮逐人是基，拢连结伫你，供应阮的需要，互我靠你的人大有气力，互踮伫你的内面，搁去祈求的。得到成就，我要感谢你，伫这个礼拜享受阮平安。虽望有拄着困难的事，你也扶持看顾。
也感谢你赏赐圣神保惠师，甲阮同在，日日来更新清洁阮的心思意念。当阮众人聚集伫遮，恳求你临在伫阮的中间，带领阮的聚会有你的同在眷顾。上帝啊，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来认罪。当阮行出去分过偌济的彩卵甲传单的时阵，阮才知影阮心内有胆怯，手会颤，喙袂晓讲。求主较济训练阮有传福音的实践力。恳求上帝你赦免阮，洗净阮的罪恶。若是阮心内有奸诈的，所讲的话有伤害人、讲白贼的，阮日排列阮的罪过，无隐瞒阮的罪恶。求你赦免也看阮，帮助阮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恳求主耶稣借着水甲圣神的洗，借着话语的光照来清洗阮。互阮真做圣洁。主啊，伫疫情哪来了无稳定的中间，求你用慈爱甲怜悯扶持阮，行过传染病的威胁，照你的祝福帮助阮伫经济、身体、灵命顶面有欢喜的油来退悲哀，有懊恼的衫来退忧愁的心。亚善软正的，你要加添阮的气力。伫那艰难的时阵，求主你甲阮同在，用大权能的手骨保护阮。求主保守阮教会团契，伫疫情扩大的时阵，阮停止出游交易，也是讲座的聚会。求主你加添团契首长，同工有智慧。有侪侪疼心，设计适合的聚会，坚固客友属灵的性命。也求主帮助阮教会第二季的事工，引发桌游课程、教会同工灵修会、母亲节礼拜、四海查经班等。求主兴起阮逐人有属灵的胃口，欢喜来受训练甲造就。特别求主安慰伊伫林牧师因为车祸所造成的创伤，帮助伊复原。求主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的家庭，拢因为踮伫主耶稣的内面，啉这个永远袂喙焦的生命活水，身心灵拢活起来，并且将这个活水会当分享予侪侪人。主啊，求你坚固阮兄弟每一个人的信仰。彼此关怀，三体祈祷，温群服侍，建立基督疼的教会。兄弟若是身体有病痛，求主安慰医治。求主带领开阔阮的布边的地，放大阮徛起的场白。阮伫遮献上感谢甲恳求，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献歌队要用新圣诗112首，主保惠会洗清咱，带领咱来学乐上帝。
透过这首歌，咱感谢主的救赎甲恩典，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甲26节，台语汉语本第107页，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甲26节，若这显着，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第4章第1节。主已经在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招着学生，也甲因行洗礼，比约翰较侪。其实耶稣家己无行洗礼，是伊的学生行伊，就离开犹太，搁去加利利，就对撒玛利亚经过。对安尼。到撒玛利亚一个城，名叫苏加，近雅各和伊的囝约瑟的地，伫遐有雅各的水井。耶稣行路线，就安尼坐伫井边。迄时约略日中昼，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抢水。耶稣甲伊讲：“请互我啉。”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面通来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甲伊讲：“你是犹太人，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嘛？”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耶稣应伊讲：“即使你捌上帝恩赐，甲对你讲，互我啉的。”是一水，你的确求伊，伊就用活水互你。妇人人讲：“主啊，你无抢水的器具，井搁深，对倒落有迄个活水啊？阮祖雅各留这个井互阮，伊家己甲囝儿甲精生拢啉这个井的水，你减比伊较大嘛？”耶稣应伊讲：“啉这个水的，拢要过喙焦；独囝若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呛起来到永远活。”妇人人对伊讲：“主啊，用这个水互我。”互我袂喙焦，也免来遮远抢。耶稣甲伊讲：“去叫你的丈夫，才过来。”妇人人应伊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无丈夫是对，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他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你的话真正对。”妇人人甲伊讲：“主啊，我看你是先知。阮祖捌伫即个山敬拜，若是恁讲敬拜的所在应该伫耶路撒冷。”耶稣甲伊讲：“有恁人啊，着信我，时要到啦。恁敬拜爸也无伫即个山，也无伫耶路撒冷。恁敬拜恁所毋知的，阮敬拜阮所知的。因为拯救是对犹太人出，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妇人人甲伊讲：“我知弥赛亚得要到。”伊若到，要用一切的事甲阮讲。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耶稣甲伊讲：“我即个在甲你讲话的，就是。”现在，现
今仔日林牧师要正道的信息是解决止喙焦。谢谢大家平安。咱的生命拢有真喙焦焦涩，是咱身体即个拢运动了，想要止渴即个止渴的即个经验求主今日借着即个圣经帮助咱会当得到生命的活水，咱当心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是卑微软弱的，阮的生命亲像云雾，若是出现少的时就无去。总是你固守阮的生命，留阮的活命伫世间。阮伫每一天、逐礼拜，主的圣日，阮欢喜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愿主你用你的真理，用你的圣心来教示阮，阮的生命来得到进步，阮的灵性来得到成长，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恳求主你对阮讲话，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免。我准备这个题目咧，是咧想要用什么题目？止喙焦，我就想到这个广告你有看过这个广告无？爱滋味麦仔茶伊咧广告看了印象拢真深佫灌互伊搭爱滋味麦仔茶，且找一阿朵伊其实是带台湾人，伊台语讲了真好，伊讲这止喙焦佫袂解胃啦。因为咱啉茶有时啉青茶会较解胃会感觉胃太刺激这麦仔茶可能较温顺安尼。佫一个广告是，你有看过无？这个舒跑啦，是宝矿力，就是拢运动饮料内底有电解质，就是讲解身体的渴。你的身躯伫足喙焦的时阵，伫甲你化救命。咱运动了后，会当啉一杯凉水，也是饮料，这个有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会让人感觉哇，真享受，真欢喜，真快乐。因为水是咱生命袂当欠缺，这个日头、空气、水，这袂用欠缺。人若是腰腹肚，可能一礼拜。2礼拜佫挡会牢，但是你只要3天无啉水，你就严重脱水。这个康乃狄克的大学伊研究讲，人体差不多60%拢是水组成的。你缺水超过1.5%你若是这个水分渐渐，无论是流汗，无论是放尿、蒸发，渐渐这个水分一直超去，你无甲伊补充，你的情绪、你的活动力、你的头脑。认知功能拢会减少，拢会减低。所以咱身体有需要水、需要血糖、需要一块供应，这是咱必须爱知影的。嘛知影拄则咱早倒会时，足侪同工在讨论讲，到底咱有抢水的经验无？你有抢水的经验无？有安尼真好。我伫平湖嘛有抢水，平湖的这个马经市上有名的。你敢知影倒一个井？对，四眼井。若无去过，拄则阿科丁路讲上大声，请伊带恁去。四眼井就是一口井，为着足侪人要抢，所以改变做4个坑，安尼4个大家袂安那，迄个锁袂拍角啦。若无你无做伙大家赶紧要抢水的时阵我的水桶甲你的水桶相拍。你的锁甲我的锁安那相拍角，然后就伫遐浪费时间，佫抢无水。愈来愈先进我无找即个相片互咱看，愈来愈先进。到我去做囡仔的时阵，阮就无用迄种阮是用一支迄毋知叫做啥物，这种电脑你拄则有讲控股我毋知，我记我毋知影名，但是我有用过。我就感觉这支机偌省力的，对无？用咧，水就咕噜就安尼就出来伊空气压缩牛啦、羊啦就伫遐等人上水的时候，就伫边仔伫遐狗仔就走来拿食水，因为狗仔无法度用嘛。
啊，看到有人用，狗仔、猫仔就拢紧走来，伫遐等水啉。啊，现在愈方便，即摆囡仔就毋知迄叫做啥，毋捌看过水井，就讲即粒水稻头，有人听过即个笑话无？去五金行买一粒水稻头，然后咧，凊彩找一个壁扫入去，哪会无水？伊想讲，伤自然看到迄水龙头拍开，伊无去想讲这水嘛爱对水塔，嘛爱对木搭抽起来，对厝内水厂对山顶安尼水伫，才有即个源源不绝的水。啊，佫是个新移民伊对国外过来到台湾，伊对欧洲过来到台湾。啊，伊讲伊结婚第一天搬入到厝，然后咧伊。就要啉水，因伫国外就是水道头拍开就用啉。结果呢，伊拍开的时阵，迄个因大家大家官就讲不准伊啉，伊这还袂水，因两个语言袂通，伊就足生气，就敲电话甲伊翁讲，你一个走恁母也无爱互我食啉水啦，恁母就开始甲我苦毒啊！你看我连水都袂使啉，原来是误会，讲其实咱的水爱过。行过，行过，滚过，即马咱愈方便，图书馆嘛，RO 水，即个是讲比 RO 水搁较好诶，要保留一寡矿物质诶，迄才是好水。所以身体是水是咱身体所需要，但是耶稣今日甲即个妇人人讨论诶，不只是在讲即个物质诶水，因为水是维持咱身体运作必要诶即个元素。但是呢，咱生命毋是只有肉体，咱也有一个心灵的战术。所以伊在甲伊讲的是讲到生命背后心灵健康要运作，你毋是需要水，你是需要对上帝来活水，特别是听。所以咱就当渐渐去看到这个妇人人伊的问题，就是伊就想要得到听。所以伊一个翁无靠5个翁，当然有可能毋是上时啦。但是伊对这个查甫人身躯顶要找真爱，我找真爱。你有听过这条歌无？在小红玫瑰中，基督是主内底，有机会咱才来唱。在找这个听，找这个听，这个诗歌内底讲，伊最后伫倒位咧？伊伫朋友的中间，伫真济所在。伫亲情、伫爱情拢无找到，但是伊做落尾伫倒位找到这个听，在十字架上伊最后伊找到真正的听，就是为牺牲流宝血，无条件、完全包容、接纳的听，主耶稣的听。好，咱过来讲，咱今日看约翰福音第4章，伫遮讲到耶稣讲，圣经安那记载讲，伊必须爱去撒玛利亚，这句话。咱有发觉倒位奇怪无？因为对犹太人讲，因拢是必须爱闪过撒玛利亚，竟然耶稣讲是必须爱经过撒玛利亚。耶稣毋是在赶路、赶时间，讲我一定爱去撒玛利亚。你看这个路线，伊本来对耶路撒冷一般人选择的路线，就是对东边对这个黄色的所在就是撒玛利亚。因拢对南边的犹大要行到北边的这个加利利，因拢会行正边这条路，就是闪过撒玛利亚，莫甲因的人做伙，因为因看袂起撒玛利亚的人。这个故事就是爱对旧约讲起，时间的关系，咱家己去看就好，就是讲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被波斯来灭国的时阵，这个国家为着要互因好统治，就是爱破坏因的文化、信仰甲语言，所以因就对足侪所在去将这个外邦人迁徙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本来因是犹太人啊，是雅各以色列12个支派子孙啊。但是因为北国大兴灭亡，南国也保留这个犹太，所以是
主前586年嘛，所以个中间讲让百外年，这百外年的中间，因就去偷着、去染着其他的外族的这个血统，然后呢，因嘛无足纯正的信仰，因嘛无法度去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所以因伫基利心山家己起一个圣殿，迄个圣殿的祭拜模式嘛，甲以色列甲摩西律法无共。因为因无圣经啊，因已经被外族统治啊，所以犹太人因为安尼就看袂起。亲像咱即摆囡仔，有时看到即个囡仔的爸爸妈妈是新住民，因就讲这是安那，就无好听，叫做杂种。其实爱讲较少好啲，因为因的基因搁较好啊，因为因的即个血统其实搁较好，叫做混血儿。但是咱讲无奇怪吼，欧美的咱就讲伊是混血儿，东南亚的咱就讲伊是较无好听。所以这是歧视，这是一种咱的意识形态的偏见。这就是基利心山。所以当摩西伫即个基利心山顶悬的时候，因伫遐宣布祝福，然后伫边仔的即个以巴利山讲救助。所以因讲咱当然爱选择祝福的即个基利心山来起做因的圣殿，即马已经拢无伫个。总是你看现在也有撒玛利亚人，因也甲犹太人有一块分别，因有家己的祭祀，因搁伫献祭。你看，这我对网络顶悬找到的相片，这个撒玛利亚人祭司，因嘛将这个羊、牛，也是这个献祭精神，就照这个旧约的律法。将这个内脏、腹内拢用烘的用安那这就是撒玛利亚人到现今
好，球品嘛可能较无好，球技嘛含慢，所以人无爱甲伊一队，也是讲无爱甲伊做朋友。所以常常来到球场，拢点一个人坐伫角落啊遐，就等看嘛有机会会当拍球，还是甲人讲话。伊有一寡个人的毛病，确实有影，讲话较无人讲讲话没有经过大脑，拢会甲人互相得罪人。结果有一届咱咧庆生的时阵，大家咧伫遐食披萨时，咱就一句一句直直咧开讲嘛，讲着伊那。结果常常有人就点名，叫我，毋是叫我林牧师，拢叫我穆斯林嘛，穆斯林，阮会当讲伊的歹话，Pastor Lin 啊，毋讲林牧师，讲穆斯林，穆斯林听起来敢若穆斯林安尼，讲阮会当讲伊的歹话，你袂使哦，因为神爱世人。阮会当无甲伊做朋友，但是你爱甲伊做朋友哦，因为神爱世人。我着即句话受着真大刺激，哇！对以后我就开始讲有机会，我爱想着即个部分，毋是因为我无输，因为圣经确实安尼讲，咱毋通拢只交往遐个，互人受尊重的，遐个受看轻的，就莫插因。颠倒咱来安那听遐个无可爱的。这是耶稣讲的，你爱为迄个得罪你的人祈祷。你若是干那听迄个听你的人对你好的人，你有啥物通夸口？因为强盗歹人嘛是安尼啊，敢毋是？歹人因遐嘛是对因好的，因就对因好啊。人就是安尼，但是耶稣条件咱爱大声对待人好。你爱真做迄个。递出橄榄枝的人，对不？你要人怎样对待你，你先怎样对待人。换一个立场，有一天你嘛有可能是变做去，有人赶到迄个角落去，无人要插你，无人要甲你招好，甲你当做空气的，你是毋是足艰苦的？一定是嘛，因为人拢有尊严，拢需要被肯定。当迄个时阵，你一定足艰苦的。但是即马上帝，互你有一个机会。正做迄个足艰苦的人的朋友，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就是安尼。伊一个人，耶稣毋是一个人，耶稣是学生为安那，为伊去找食的物件，去洗饭去买物件，去全联去准备食饭的。讲老师，你忝啊，你伫遮坐咧休困，阮来去走总。所以因虽然两个拢一个人，但是情形大不同。耶稣是有学生去替伊种这物件，伊休困。然后咧，即个妇人人是安那，无人要甲伊做朋友，甚至伊特别经即个啥物，透中昼的时阵出来拍水，毋是透早，嘛毋是下昏时，为虾物咧？因为伊要甲人相闪，拍水拢是妇女的工课。妇女伊知影，伊伫妇女的中间歹名声，甚至伊可能会拄到伊的冤仇人。5个翁其中5个太太嘛，5个太太如果毋是现在迄个翁，佫毋是伊翁，哇，若拄到可能会当做小三来拍，所以伊就只好透中昼出来。但是耶稣特别来到撒玛利亚，佮特别拣一个上互人看轻、上卑微的人，要甲因讲论即个生命的活水。所以上帝其实。伫咱生活中，一定嘛有即款的，伫学校受霸凌的、受互人看轻的，才会较无当然的即个囡仔、学生啊，咱做老师的，是毋是愿意对因佮付出佮较济疼？因为为什么伊的生命会有偏差？就是因为因欠缺疼，也是讲欠缺。咱等者第二点要讲的疼的能力，也是讲。爱的能力啊，伊无接受到教育的疼，所以咧，伊真欠缺疼。这是伫心理学嘛，是咱即个亲密之旅在讲的爱箱，咱拢有一个 box， 有一个箱啊。咱身体爱滴水，爱滴蛋白质，爱滴足侪物件，对无？嘛有一个所在叫做滴疼，滴自信，滴尊严。迄个底疼，迄个箱啊，你若是无互伊对囡仔的时阵，就真对父母、对照顾者来得到互伊教育的疼，伊就安那？你看
有可能国校啊，有可能国中，伊就伫想要赶紧要交男朋友、女朋友。为什么？伊要找着疼，人拢需要疼。我对我的家庭、对我的父母、对我的照顾者，找无疼，我赶紧要想要。但是你看，迄个疼若是较有得到帮助，这是社会学的分析啦。自细汉，伊的爸爸妈妈家庭会互伊疼是真完整的时阵，伊就袂伫国校6年、国中的时阵就赶紧要安那，想要谈恋爱，因为伊感觉无条件嘛，伊感觉我还袂真成熟，到会当谈恋爱，嘛是讲家长有互伊正确的观念嘛，我就还袂发展到迄个阶段嘛，所以心内有一个迄个伊会感觉讲，但是不要紧，我有迄个亲情教育，也是讲伫教会兄弟姊妹伫信仰内面，伫朋友中间得到有教育满足。但是咱会当看到即个妇人人就是安那，伊的生命欠缺疼，伊的家庭可能真破碎，所以伊要望对查甫人的身躯顶来得到满足。一个，但是人就是无完美，有可能是伊家己嘛无完美，对方嘛无完美，也是伊进入到别人的婚姻的关系中间，所以一个换过，一个一直找无真正的疼。所以耶稣在甲伊讲，就是即个。好，咱搁来看即张图吼，咱是四海读经的图，咱来对照者，就是讲尼哥底母甲第3章甲第4章，即2个有真大的差别。总是拢共款，就是耶稣拢愿意开时间伫因的生命中有一个个人谈道的时间。这是伫圣经内底真侪时阵，耶稣拢是公开讲道。耶稣的生命遐尼宝贝，哇！我来耶稣的服侍只有3年半呢，300天乘以365天乘以3，1000个日子。伊要讲，当然是对5000人讲较有迄落啊，对无？伊要讲上无嘛，爱对500人讲，安尼较有价值啊。哪会敢若甲一个人讲，一个人听到，敢有价值？咱会当看到耶稣拍破即个界线。拍破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的限制，拍破查甫人甲查某人的限制，也拍破讲我一定爱服侍一定爱，足侪人听到看到，才有果效。伊讲一个人就有价值，所以耶稣甲即个撒玛利亚人甲即个尼哥底母，拢是一个人。耶稣佫无论3更佫半暝，也是透中昼，还未食饭。佫一个真趣味，耶稣对头到尾伊有啉水无？无呢。所以耶稣喙干，但是伊犹原在做上帝爱做的代志。耶稣枵饿，但是伊知影，互人的生命问题解决，伊的心佫较得到充实，得到帮助。所以你看，自头到尾，人就是讲，即个撒玛利亚人一开始佫真无客气，伊讲，你为虾米甲我讨水？你是一个查甫人呢，你是一个犹太人呢，其实无真客气，讲你为虾米甲我讨水？你毋是看袂起阮吗？你有本事你家己讨水啊，抢水啊，即个水井遮尔深，你也无器具，我看你要安怎抢水，你佫甲我讨水，佫要互我换水，阮的即个水井是雅各，阮的老祖先放互阮的。约瑟的，你有敢有比伊较大？所以其实咱对撒玛利亚人开始对耶稣是真无客，但是当耶稣甲伊一点一步引出，嘛讲出伊生命即个背后的问题，伊就改变啦。伊就开始问耶稣敬拜问题，然后呢讲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然后撒玛利亚人伊其实也在找弥赛亚。讲伊若来要将一切事讲互我听，无想到伫伊面头前的即个耶稣，就讲，即个就是甲你讲话就是，咱信歌队有捌唱一条歌叫做《云底光的人》搁偌济，内底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故事，就是安尼。我本来是想说，我今仔日甲过去共款。
却无想到拄着一个青云人，伊会甲伊讲话了，改变了我的一生。好，咱看，好，耶稣怎样医治伊破碎的心灵？伫即个对照中，吼，咱有看到，吼，一个是三更半暝，一个是透中昼。哦，一个是社会地位足悬的法利赛人，佫是70个即个公会其中的一个，是立比是官。然后咧，即个是婚姻失败，互人看轻亚贱的即个妇人人。哦，啊，当然一个男一个女，哦，但是耶稣平平拢愿意甲因个人谈到，哦，分享上帝的福音，哦，即个。上帝托付耶稣的使命，所以这是咱会当学习的。我也伫网络顶悬找着几张图，加深咱的印象。这个雅各井 Jack Well，Jack Well， 就是即马伫即个暑假即个所在叙家去了一间东正教的礼拜堂，希腊东正教的礼拜堂。这间礼拜堂不止啊水，你看伊内底。有真水的即个大理石，然后咧厝顶你看，阁有一个耶稣，亲像耶穌对天顶要安怎，摕一个水杯要倒水互你，所以你仰望即个天棚的时阵，就感受到讲，好像耶穌在对你讲话，对你讲话，我就是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我就是要得到迄个活命的水，你想事我毋免遐尼辛苦。逐工透中昼，为着要闪其他的人来抢水，甚至耶稣会当解决。伊尾啊，咱后礼拜讲，伊生命改变，安怎改变？伊无搁见笑伫过去的事，伊将我过去的事拢讲出来，伊搁去报人即个好消息。恁来看，检查伊就是基督。所以咱看到即个真好的一个图像，即个彩绘就讲吼，要使耶稣对天顶在看顾你。今日伫礼拜堂有100个、150个，但是你是毋是迄一个来找耶稣？然后你有得到耶稣一句话讲，即个在甲你讲话就是耶稣真希望会当甲咱有一个生命的对话。即间礼拜堂叫做圣福天尼，圣的。这个 Fortini， 这是拉丁文，翻译出来就是 The Enlightened One， 迄个被启蒙的，迄个被耶稣亲自来教导伊、引带因去找到问题、生活问题背后迄个生命问题、信仰问题答案的迄个有福气的妇人人，所以纪念伊去这间礼拜堂。这间教堂，然后呢，这是翕相的这个老师倒手边所以我下面照这张图。伊讲你去到迄个所在，伫迄个地下室，阁有这个水井，迄个水井阁有保留。听讲是一杯水$5无俗，但是你会当甲迄杯水安那插转去默想，讲这就是撒玛利亚，就是雅各井。这个撒玛利亚甲主甲伊讨水，结果伊自头到尾拢无抢水互耶稣，但是呢，伊最后甲这个水盘拼咧，讲我要来去我要来转伊敢若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啊！这叫做 The Enlightened One。Light 就是光 ，Enlightened 就是互人光，就是本来生命黑暗无光，即马呢出现了望。出现了希望，咱今日搁学习2项，第二个就是讲，所以真侪时阵咱会当思考的，就是毋是只有讲我想要解决，主啊，你帮阮厝的斗一个莫道，斗一个装一个水塔，互我永远有水，安尼就好啊。迄毋是解决伊生命问题的方式。因为遐个水伊有水啊，但是伊甲伊的遮个妇女的朋友会变做朋友嘛？袂。伊甲伊的男朋友，也是即个别人的翁的关系会变做好嘛？袂。伊会当找到一个很幸福的婚姻甲家庭嘛？袂。
所以耶稣讲，我毋是要互你水来解决你生活的问题，是要去找出你迄个问题背后的问题到底是啥物？哦，亲爱兄弟，望咱今日会当来思考咱生命源头，对上帝遐就是咱的生命源头来找到生活问题的答案。哦，真侪时刻，一般民间的信仰就是安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若是欠钱，就去财一尊财神爷，求财运、改名、改风水。哦，看即个聚宝盆要安怎什么方位？哦，招财猫、招财狗、招财兽，什么的？哦，然后呢，有的人讲啊，我婚姻无幸福，啊，也是讲我即马哦，拢无对象，我来拜一个月下老人，求一下桃花。哦，啊，即个有人就讲吼，啊，你的死人个性若无改吼，你搁较摆拢共款。哦，你的生活遐尼邋遢。哦，你的甚至基本的这个生活品质就遐尼歹，啥物人敢活你？哦，你敢若拜，你的桃花嘛袂，无人会敢活你。所以讲，生命若无改变，生命的问题一直伫遐，你就是一个无法度受人欢迎，也是无法度建立幸福、健康婚姻家庭的人。哦，所以基督的信仰来帮助咱诚实来面对。也是第三点，牧师所要讲的，就是耶稣甲伊点破讲，即马重点，嘛毋是伫遮礼拜，嘛毋是伫遐礼拜，嘛毋是伫基利心山，嘛毋是耶路撒冷，毋是伫会幕，毋是伫圣殿，时要到，现今就是。我真意爱即句话，有时讲时要到，还阁100年，时要到，还阁等10年，哦，迄个，互咱会感觉真挫折。但是耶稣有应允伊讲，应允咱时要到，现今就是。只要咱愿意，咱来敲找上帝，用心灵，用诚实。好，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用真实的心灵来敬拜。因为咱的心灵爱真实，你去面对你的问题。我们生命有时候有一种害怕。就是不愿意去面对。另外一面来说，我们生命中有一种勇敢，就是你愿意去看自己的问题。哦，这是生命中很大的勇气。哦，我最近嘛有在读一个心理学，叫做阿德勒。伊真有意思，伊叫做伊讲一句话，讲被写一本册啦，也是讲伊研究伊的人，日本人学家写个。被拒绝的勇气，啊，你们有没有被拒绝的勇气？啊，面对自己生命问题的勇气。拄好前几天去听演讲，伊嘛迄个讲完嘛讲生命教育讲，伊讲也是阿德勒讲，伊讲幸运的人用童年来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他的童年。你有听明白这句话无？幸运的人，伊的囡仔时期，伊得到真多圆满的疼，伊就对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疼，伊就讲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独一无二的人。我无论安那以后将来遇到什么款的困境，我拢袂记。我是一个有价值、有疼。被尊重的人啊，所以他可以用他的童年的经验来治愈他的一生，以后遇到很多的问题，这是幸运的人。另外一种较不幸的人，就是细汉的时阵被放杀，被厝内人放杀、遗弃，然后呢，也是讲拄到真大的霸凌、伤害、受伤，然后伊想讲我是一个无价值的人，所以一生虽然伊未来有成功、有好的。这个各种的学位也是但是呢，伊爱一生去医疗伊细汉迄个创伤，伊爱用伊的一生去甲伊家己讲，我到底我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若无，为什么阮的爸爸妈妈、我的爸母、我的亲人、上亲的亲人会甲我安尼对待、放杀我、看我无？所以这是真大的差别。所以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处境。
咱的人生有可能伫童年的时候，这无法度咱家己选择，父母毋是咱会当选择，但是咱会当选择用一个真实的心来面对。所以主耶稣今日最后甲这个妇人人讲，你有5个丈夫，即马毋是你的丈夫，这个话确实有影。然后咧，耶稣甲伊讲：恁所拜，恁毋知。咱毋通变做拜毋知影。耶稣讲：阮所敬拜。因为耶稣甲爸本来就是合一，所以耶稣讲：时要到，现今就是。亲爱兄弟姊妹，时要到，今仔日就是啊！咱听到主耶稣甲咱讲即句稳定的话，真正敬拜上帝，就爱用诚实的心去面对咱生命的问题，将咱生命的这个误会、拉散、困境，拢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咱嘛无法度暗藏，你无可能甲耶稣辩讲，无啦，哪有5个？我明明4个尔，哪有5个？3个半，伫遐甲伊辩这无意思。耶稣就是知影，你头壳顶几支毛，耶稣拢一清二楚，所以咱毋免惊，咱将咱的问题、将咱的生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天然无惊。主耶稣拢知影，咱承认就会当，这就是咱生命改变的头一步。然后咱会听到主耶稣甲咱讲，这个甲你讲话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拯救咱。无信的人已经定罪，信的人有永远的活命。无信的人，哇，基督教真阿爸，是毋是？你一定爱信我，耶稣，无信就定罪，信别个袂使。这是互人会感受到这个基督教困扰的所在。咱后礼拜讲这条，咱后礼拜来讲这条。咱今日无说，毋望咱去先去思考，咱是毋是一个愿意诚实、勇敢去面对生命问题的人？咱是安那生活中的一块不如意，发生一块冲突，咱退一步，转来想，到底是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款的问题？求主帮助咱，勇敢去面对，咱做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恳感谢你，你接近伤心的人。主，阮也相信，伫阮中间，今日也有伤心的人，也有互被社会、被同事、被朋友，甚至被亲人来拒绝的人。主啊，阮真艰苦伫即款被拒绝的经验，总是主耶稣，你要来医治受伤破碎的心灵。主啊，当你医好即个撒玛利亚人的心，你也怎样来医好阮的心？互阮对你遐来得到一粒勇敢、仁爱、忍受的心，互阮无搁惊吓，无搁暗藏家己的问题。主啊，阮愿意来就近你，因为你就是生命的活水。恳求你今日将这个属天的活水赏赐互阮，毋但是解阮身体的脆担，更加是解阮心灵的打扫。阮的信仰是丰富有赞助，阮的灵性伫主你的活水江河内底不断领受丰盛的稳定。愿咱的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来因回应的诗，新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咱起立吟全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以为发挥主圣旨。
请坐。书宪，请为主会执事陈美凤执事。亲爱的天父上帝，伫圣的主日，阮来到你的面前，学乐你、敬拜你，阮渴慕你，感谢你的话来教示阮、引带阮。伫生活中，毋管是顺遂，也是拄着困难，阮相信你的恩典拢够阮用。当阮要来奉献，阮献出阮的心。阮要将你所赏赐阮的才能、时间、金钱来奉献予主，愿主欢喜来接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长请坐。请咱掀开周报第3面，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煞只读2遍哈。本周金句：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24节：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24节：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要用神
用真实来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24节。也有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项表，请咱兄弟家己注意。第4面本会消息，今仔日礼拜中要颁发110年度顶学期的奖学金，名单如下：硕士黄以丽、陈洁仪；大学陈宣慧、陈伟琴、赖奇安、赖奇佳、赖怡君；高中黄以佳；初中赖鹏新。恭喜这几位得奖的青少年原主祝福。第二，财务部报告3月27日，正产的奉献经过小会议决，全数转予台中中会教社部，为着乌克兰的难民来奉献。以2021年度的报税的奉献的收据已经来请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第三，4月30日拜六，上午8点半，教社部就咱本会有举办银法桌游带领人的培训课程，请有报名的人准时来参加。第四，5月7日拜六，上午8点半开始，中国医学院伫本会，伫咱教会有举办小神农独行教会的卫生教育营队，费用是免费，欢迎咱教会的细囝来报名参加。第5点，5月7、8母亲节，礼拜了后11点，伫1楼副堂有举办弦乐体验活动，由风和弦的2位老师来示范教学，有比这个小提琴、中提琴，互咱大家囡仔来试拉吼。第6点，5月21日拜六，咱教会伫先锋大家营地有举办教会同工的灵修会，讲师是陈耀宗牧师，请中职正副组长团契的同工，咱团契办公室来报名。目前有20位报名，到4月30日截止。第7点，8月13到19日，校园之爱伫东部同富国小有举办服务学习营，由咱3间长老教会来协办吼。对象参加志工的对象就是有初中、高中、大专，甲拄毕业的青年，拢会使报名参加。费用每一人3000块，教会会补助一部分。报名到5月15日截止，请到办公室来报名。团契的消息，第一，青少年团契今仔日11点20分伫5楼副堂聚会，主题是顾问的时间，聚会是赖鹏新。欢迎咱兄弟。细囝踊跃参加。第2点，兄弟团契，这个钓鱼的活动吼，会长会阁来挑找适合的这个时间甲地点。拜六暗时8点，伫教会1楼副堂有聚会，主题是做伙来读圣经，马可福音查经吼，欢迎客友参加。第3，四海读经，4月28拜四暗时7点半，即个要上第7课，就是耶稣喂饱5000个人，甲水面顶行走的这个神业。第4点，妇女团契甲商业团契5月7日原本的这个联合医学讲座取消。就无第5面关怀协会的消息。咱第2来参加本周的代祷事项，连面请牧师来带咱来为遮来祈祷。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吼。下面奉献的报告，顶周的奉献报告，若是有错误、漏顶的
请财务部长林主组长落来反映。好，拄则讲即个弦乐体验吼，就是讲咱有成立一个社区的弦乐班，目前已经本来4位，即马增加到5位吼。逐礼拜拜2、5点、6点，因拢伫遮做认真，伫5楼吼，伫有即个violin。啊，伊老师是讲，咱小提琴学会较济，但是大提琴甲中提琴吼，目前无人来报名。所以讲，咱如果要以后要做一个弦乐管弦乐即个弦乐团，就需要毋是只有小提琴，还有中提琴甲大提琴。中提琴咧学的人较少，所以特别就邀请即个嘛是咱主内的孙文芬老师伊旧年的圣诞嘛拢有来，今年的即个父亲节伊会甲咱来做伙来伴奏，来做即个合作礼拜的学师咱互咱知影，咱若有兴趣的，迄天会当来来即个参与然后嘛会当报名随时会当来加入好，咱来颁奖来颁即个顶学期的奖学金对硕士班、大学、高中、国中咱拢请因做一届来到台前咱老师简单介绍啦硕士班就是语理甲节语读到硕士真无容易硕士的功课压力也是讲即个学校的要求嘛真悬语理而且就是科长的囡仔节语是建中技术的查某囝宣慧伟琴是木生长老的查某囝齐安齐家是纵弘的囡仔。彭熙是仲良育会，怡君是青发秀凤的囡仔因今日有个人因为可能学校都学的关系无来，阮就4位来代表出来颁奖。其实树福因毋是只有伫学校有好的功课，也会当伫品格德智体群信用顶面拢会当有好的见证好，咱今日有一位新朋友叫做林冠军，冠军姐妹伫倒位，请伊徛起来互咱拍拍甲伊欢迎好无？真好感谢主会当甲咱做伙来礼拜伊。我看主旨嘛，可能伫附近伫中清路希望咱会当礼拜后互相来熟悉来交流，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咱伫主内拢是一家人。好，咱来为这个遗体关怀来代祷，咱嘛为着疫情有人会烦恼，虽然拢是轻症99点多都是轻症，但是大家会烦恼咱的细囝还袂注意，不要安怎咱即马的私人工伤是毋是会受到影响？2000、3000，搁来4000，求主互咱有平安的心。咱也每一个人做好咱的防疫的工作，转来到厝一定爱洗手，未入厝门上好就即个口罩就甲伊找粪扫桶的所在若是要靠厝来包好，因为即个喙暗就是即个真容易感染源，咱就甲伊拢处理好，咱减少遮个机会风险，互咱心内有平安。为着几个兄弟来祈祷咱看下一页。对，这几个兄弟拢即个中华兄知影是即个车祸的部分。中华兄5月要做即个调解委员会求主互伊有好的结果。主会老师4月26要入院来检查胃甲肝，求主甲伊同在。用伊是慧心的妈妈，是咱主里新的囡仔伊即个
慧心的妈妈吼，用伊已经带伊手术啦吼，所以求主互伊恢复了好势。啊，秀春姐哦，贤德兄啊，因嘛即个家庭需要关心。啊，因的小组长、正业长老吼，拢有去厝诶关心。啊，因为秀春姐啊有即个受伤，脚有感染，啊，所以即摆伊去到伊台中诶细汉后生因兜照顾，吼啊，甲大家报平安。啊，咱也为秀春姐吼特别祈祷。吼啊，因为贤德兄有时无伊照顾，可能爱考虑吼来去啊，可能找适当的即个安养中心，也求主安排好。求主啊，带领咱啊，咱彼此三体关心。老师，请咱邀请咱徛起来，咱来为着这个肢体软弱的，咱为着咱家己啊的心啊，一个国家疫情，咱做伙同心出声来祈祷。主，阮为着这块土地献上阮的祈祷。主，阮的活命是你对你来，你所赐。主，阮每一天要用敬虔的心活伫你的面前，分别罪性来互主使用。主啊，阮的祈祷，阮相信你的确眷顾，的确听。主啊，阮用祈祷来服侍兄弟姊妹。主，阮伫疫情中点菜无法度，随个也是遐尼方便去到厝，也是病院来探访。主啊，总是你的听无所不在，你的圣神无所不在。求你的圣神保惠师，即时甲因三甲伫地。主啊，互用伊伫中国医住院期间，互伊的身体会当渐渐恢复元气，互伊的心灵搁较勇敢。互伊知影主你的听拢无离开，主阮也恳求你保守玉清甲苏慧老师，互因伫面对搁再来病院的检查，主啊，互伊的身体会当找到迄个破病也是病痛的原因，互伊的身体会当得到好的进步医治甲恢复，互阮有勇敢的新心灵来跟地主行永远活的路。主，求你也看顾贤德兄、秀春姐这个家庭，互因两个年长的长辈，当伊身体拄着病痛的时，伊的囡仔、细囝、囝儿会当彼此扶持、合一三听，互相照顾。主，阮特别也求你来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互阮今日的新朋友冠军节，互你伊的性命会当经历到亲像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所对话的，愿要对你遐来领受活命的水泉，互阮君地主行永远活的道路。愿将阮的家庭、阮的兄弟，将笃行教会摆笔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感纳阮的祈祷，听阮的恳求，我依照你的心意应允阮所求的。愿咱的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彼此请安来念这条诗歌，愿主用听彼此诚心三祝福。来因祝福齐恳的诗歌，真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灵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长老活水。
愿主人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里合力，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啊活水，伫蒙雾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搁我的性命极大的仁爱，甲恁众兄弟姊妹三个同在。无论恁去到什么所在，主拢赐福恁心神得到安宁，搁得到甲人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流的活水，因带人伫黑暗的世代看见主耶稣的光。愿主的疼、上帝恩典、圣神的感动，甲恁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列岛闭会。今日礼拜到这，愿上帝保守咱平安。